秘魯真係一個必去嘅夢幻旅行地點，但係安排行程真係唔可以馬虎。今次我會分享去馬丘比丘行程安排注意嘅事項，教你用咩方法去呢個世界奇蹟最方便。最後我仲會講一個我嘅大錯，點解我會錯過咗經典嘅景點，千祈要睇到最後啊！就話已經咧就接埋咗啦間租車公司。不過最後我哋都去唔到網上面好多嘅打卡位度打卡。頭成個佢就有個 A 字喺度咯，呢度有個 A 字喺度咯。不過現場氣氛的確唔錯，所以今次嚟美國睇 NBA 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體驗嚟嘅。我喺洛杉磯玩咗3日，就搭8個鐘頭機去秘魯嘅首都利馬。到埗之後，我選擇喺機場附近嘅酒店住咗1晚，第2日就搭陸機去庫斯科。呢個城市係去馬丘比丘最近嘅航空樞紐。佢呢度叫中高海拔嘅地方，即係佢唔算係超高海拔。我已經覺得我好似大動作啲，我呼吸都有啲辛苦，好似長期處於啱啱追完巴士嘅狀態。我哋最後坐 Uber 去到屋主介紹間餐廳，不過佢話佢裝緊修，結果我哋而家諗住行翻轉頭睇下有咩食。我哋勁驚嗰個哥仔攞2份呢個勁大份嘅嚟俾我哋咧，跟住之後有 Google Translate 咗一輪之後咧，我哋而家 order 咗1份燒雞定乜嘢同埋勁大盤薯條啊，跟住仲有啲應該係前菜同埋一碗好詭異嘅綠色湯。庫斯科位於海拔3400米高，到達之後唔建議即刻開始行程。醫生建議為咗適應高山反應，最好休息翻2-3日，期間要多啲休息，多啲飲水，避免劇烈活動，保持輕鬆嘅生活節奏。我自己就喺庫斯科休息咗2日，等身體慢慢適應高山環境，第3日先正式出發去馬丘比丘。去馬丘比丘有幾種方法，最多人選擇嘅梗係搭火車。呢個方法又輕鬆又快，係大多數遊客嘅首選。你可以喺庫斯科或者附近嘅奧鎮車站出發，搭火車去馬丘比丘山腳下邊嘅熱水鎮。沿途嘅景色好靚，有山有水，完全係一場視覺嘅盛宴。如果你中意行山又想挑戰自己，可以試下行印加古道去馬丘比丘。行程通常要4至5日，絕對係要體力好啦，唔怕曬，唔怕攰啊！我自己係絕對唔會行嘅。無論你係搭火車定係行路，馬丘比丘呢個世界奇蹟係好受歡迎，而且每一日嘅門票都有限制，所以千祈唔好去到先買飛，提早幾個月 book 先係王道啊！至於我自己呢，就揀咗一個更懶嘅方法，報咗一個2日1夜嘅 local tour。本來諗住最方便啦，咩都唔使煩啦，但係我太大意啦，犯咗一個超級無敵蠢嘅錯誤啦，我會喺後邊講嘅。我參加嘅 local tour 第1日由庫斯科接咗我，然後直接去奧鎮嘅車站，再搭火車去熱水鎮。行程睇落好簡單，其實係我太大意報錯咗 tour。原本我諗住報嘅 tour 應該係去奧鎮火車站嘅途中會順道遊埋聖谷。其實呢個路線係好多人熱門嘅選擇，因為聖谷都好多好靚嘅景點同埋極歷史遺跡，係一個絕對唔可以錯過嘅地方。不過當時我報 tour 就冇睇清楚詳細嘅內容，結果報咗一個直奔奧鎮火車站嘅行程，完全冇包到聖谷。或者人生就係咁噶啦，有時候因為一個唔小心就會錯過咗一啲風景。而呢啲錯過往往係冇辦法補救嘅。呢個經驗就係提醒我，報 tour 前一定要睇清楚詳細嘅細節內容，唔好再大頭蝦啦。火車到咗熱水鎮之後，我哋首先去酒店 check in 放低行李，然後我就喺間房度唞咗一陣，坐咗大半日車，其實我真係有啲攰。之後就落酒店 lobby 同導遊見面，導遊主要同我哋講第2日去馬丘比丘嘅行程安排，例如幾點鐘集合啊，要帶啲乜嘢啊，仲有啲乜嘢注意事項等等等等。
講解完之後，我哋就出街揾餐廳，準備食個靚晚餐。熱水鎮雖然細，但係都有唔少選擇，行幾步就有幾間餐廳，氣氛都幾舒服。旅程嘅第一日就喺遺憾之下結束，期待緊第二日去馬丘比丘。第二日一早，我哋喺酒店食完早餐之後，導遊就帶我哋去巴士站，準備搭官方嘅巴士上馬丘比丘。所有遊客去馬丘比丘都必須搭呢個巴士。呢條山路又窄又彎，前排有架巴士碌咗落山就係喺呢度啦。到咗馬丘比丘之後，我哋開始遊覽。其實馬丘比丘有幾條遊覽路線，而最受歡迎嘅一定係路線2。呢條路線平緩易行，適合好多遊客，仲可以影到嗰張經典嘅馬丘比丘打卡相。其他路線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參考翻官網。不過路線2確實係最多人揀嘅。遊覽馬丘比丘有幾個特別規矩。首先，所有路線只可以單向行走，唔可以翻轉頭，所以每一步都要好好把握啊。Inside, in the archaeological area, there is nothing, neither bathrooms. So we need to use bathrooms before we go inside of Machu Picchu. 其次，裏邊唔可以飲食，仲要注意係完全冇廁所。導遊千叮萬囑叫我哋唔好飲咁多水，甚至叫我哋唔好帶支水入去。但係以我個人經驗，帶支水其實好重要。馬丘比丘大概要行3個鐘頭。We are going to begin in a certain point, and we are going to go around whole Machu Picchu. The circuit that you have is the circuit 2, which is the highest and longest. So that's why it will take us roughly 2 hours and a half, 3 hours. 加上有樓梯，又上又落。如果天氣好嘅話，仲會又熱又曬，有支水濕下個口，其實係好好多㗎。I'm not sure if tomorrow will be sunny or rainy. So please, for tomorrow, tickets, all of the tickets, passports, okay, raincoats, okay, hats, sunblocker. If it's raining, we are going to need to use the raincoats. But if it's sunny, it's too hot in Machu Picchu, okay? So take that one, just in case, hats and sunblock. 除咗帶水，記得一定要戴頂帽同埋防曬，因為高山嘅紫外線係好勁嘅。另外仲要記得帶雨褸，因為馬丘比丘嘅天氣變幻莫測，就算有太陽都可以突然間落雨。而且馬丘比丘係禁止擔遮，只可以拎雨褸，所以無論防曬定係防雨，呢啲裝備都係唔少得㗎。馬丘比丘被譽為失落嘅印加城市，係由印加帝國喺15世紀所建，位於秘魯安第斯山脈之中，海拔2400米高。呢個地方曾經係印加皇族嘅居住，又或者係宗教儀式嘅重要地點。不過喺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國期間，馬丘比丘被遺棄。直到1911年由美國探險家重新發現，呢個古老嘅秘密先重見天日。馬丘比丘以其令人嘆為觀止嘅石砌技術、精心設計嘅梯田農業，配合壯麗嘅群山景色而聞名於世。印加人利用巨石砌出堅固嘅建築，無需使用灰漿，卻可以精準無縫咁拼接，展現出驚人嘅建築智慧。同時，馬丘比丘亦反映咗印加人對自然嘅深厚敬畏，將建築同自然環境完美融合，成為一個與世隔絕嘅天堂。今日馬丘比丘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世界文化遺產，並榮登世界7大奇蹟之一，係名副其實嘅全球旅遊勝地。每年都有數以萬計嘅遊客慕名而來，探索呢個古文明嘅秘密，感受一份跨越時代嘅震撼。無論歷史嘅愛好者定係自然景觀迷，馬丘比丘都係你一生人必去嘅地方。遊覽完馬丘比丘之後，我哋就搭巴士落返山，然後再搭火車返庫斯科。呢日嘅行程真係好充實。最開心嘅係我哋好彩，上晝喺馬丘比丘嘅時候天氣超好，太陽高掛，藍天白雲，非常適合影相。但係到咗晏晝返熱水鎮嘅時候，就開始落大雨，真係好彩啊！回想返呢日嘅行程，真係體力大挑戰。一大早就起身，喺海拔2400米嘅山度行咗足足3個鐘，又係樓梯又係山路，雖然辛苦，但係每一刻都係值得嘅。所以我哋搭火車嘅時候喺架車度瞓死咗。
返到庫斯科已經係食晚餐嘅時間，我哋是但揀咗間餐廳補充返啲體力。呢2日嘅 tour 雖然攰，但係遊覽世界7大奇蹟之一，係一個一生難忘嘅體驗。馬丘比丘之旅結束之後，下一個挑戰就係去海拔5000米嘅彩虹山。臨走記得 subscribe、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